基地喺初創嘅發展入邊有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地位啦。咁所以佢本身營運嘅可持續性咧，對於整個創業生態嘅發展咧，其實亦都係非常之重要。咁一般嚟講咧，私營基地咧有唔同嘅一啲收入來源啦。基地其實亦都有分唔同嘅種類，有啲咧係政府佢直接自己營運或者揾人去營運啦。咁簡單嚟講，佢已經俾晒所有錢啦。咁喺資金上面咧就唔會存在一個問題。但係亦都有另一種咧，為數不少，大概1/3左右啦，都係一啲私營嘅基地嚟嘅。咁佢喺資金來源上面就會面對困難啦，因為佢係向初創去收一啲嘅租金啊、物業管理費用啊，或者一啲代辦嘅收費啊等等。咁嗰度其實唔係好多錢嘅。咁通常會發生嘅嘢咧，佢就係要用其他嘅業務去補貼呢啲孵化上面嘅一啲損失，即係譬如話去爭取一啲政府嘅資助啦，即係譬如話去搞一啲交流團，咁佢可以收到啲錢啦。又或者佢本身有其他嘅喺內地有其他業務，去用以去補貼佢孵化上面嘅一啲嘅成本。咁我哋覺得呢一個咧，其實唔係個可持續性上面咧係有進一步提升嘅空間啦。咁所以我哋係建議咧，尤其是係針對一啲私營嘅雙創基地咧，提供一個持續運作嘅一啲資金嘅保障。咁當然要附以考核啦。咁你政府去俾一個持續嘅資金來源嘅時候咧，咁佢可能係要喺某啲位置係孵化嘅指標上面達標咧，就先至能做得到。從而咧長遠咧，亦都可以考慮建立一套灣區即係基地嘅一個標準咧，向獲得標準認證嘅一啲基地咧，提供相應嘅獎勵。